台湾的景庙会分前后殿、祭祀主神、陪祀神等等。彰化道景庙委托插画家，把景庙当作一间办公室，为新民在办公的模样，用创意的方式，和大众进八景庙文化。一张一张的新岛，坐无同的新名，看起来就亲像办公室。彰化有景庙委托插画家，把庙内空间设计成办公图，让民众用无同的方式来实现民间信仰。用做一个像办公室安尼的情境，大家入来庙内咧求签，咧问神，这个过程敢若就是亲像咧挂号、咧办公安尼，所以咱用一个办公室的场景，甲咱全部遮的神佛的工课，甲伊拟真化，甲伊画出来。这幅图是彰化竞赛陈义勇插画家所创作的，伊本身嘛是平面设计师，因为发现家己的作品大部分拢是西方元素，所以想要用现代插画来表现台湾的民俗文化。回头看自己的作品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说，里面其实没有什么台湾的元素在里面，就是画一些西方的东西，然后觉得这样子不行啊，所以才就要把自己丢到一些比如庙的场合啦，或者是庙会的场合，然后去看，然后去认识这样子。陈义勇开始世界行大，参加庙会，了解各地头不同的宗教文化，亲像台南东角镇的古北将军，回道的时可以当听到拍声的声。也那本港港口宫的妈祖，花丽有路的珠宝是伊的招牌。陈义勇除了伫宫庙现场画图，嘛甲新种加入电影、机器人等等的元素。机甲系列，它就是把我们常看到的大神刚机械感的方式去重新表现它。比如说，你会看到那个机甲里面驾驶舱他们会挂小神衣，那就跟我们平常人在生活的时候信仰会出现的逻辑是一样的这样子。陈义勇表示，新种的雕刻手法、新面纱、倒位的刺绣等等，拢是真珍贵的宗教艺术。伊甲创作加入流行文化，就是希望大众无论是虾米信仰，拢会当用艺术的角度来认捌台湾的民间信仰文化。记者杨淑晴，彰化报道。